来敬，我心无来敬拜你，我心无来敬拜你。咱要做来献上咱的感谢，无论是顺境也逆境，咱要来宣告主的话，做伙来讲。我要学落迄个教是我的摇花，迷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我常常敬奉摇花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前，我就无摇拽。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个百姓的罪，亲像你对埃及到呾常常赦免伊一样。摇花讲，我照你的话有赦免因。咱要开声来学落来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也献上咱的恳求，求主来赦免清气咱甲主上帝之间的管道的ทัก碍。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享受阮活命，也伫阮无论顺境逆境，拢保护看顾，甲阮三甲同在。特别互阮会通伫阮的生命中间不断来经历，也有ทัก碍，求你来刷开，求你保护来清气，互阮会通自由来到你身宝座前，大大开嘴，就大大充满恩典，主所甲阮三同在。主，阮学落感谢你，活命对你来所有一切的供应、祝福，拢是对你。愿主你来祝阮，互阮会通做学落敬拜，用心刻无，互你的话就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伫阮的生命中间，甲主上帝有ทัก碍的所在，你的保护来清气帮助阮刷开遐个ทัก碍，阮领受你恩典福气的遮个阻挡。愿主，互阮会通透过祈祷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大大开喙，你要大大充满伫阮的中间。祈祷恳求靠耶稣的性命。阿妹，这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来祈祷，咱做来读主上帝话，做伙摇花，求你保守我脱离歹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恶的人，因想要车互我滑倒。哇，咱看咱的对着咱看有咱最近一工一两工两个邦交国都无去啦剩几个，剩15个伫国际朋友啦虽然美国咧甲咱踢总是咱看政治是现实的咱若愈来愈无邦交国变做讲恁就中国的一部分咱就无自由所以咱来祈祷来为着咱过来1月要选的总统真正是顾台湾守护这块土地，互咱会通安居乐业，所做的政策是下日子即马拢要选举拢一直去拜庙对无？所以互因知影讲上帝赏赐总统的权柄，互因知影通敬畏上帝咱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咱的市长政策若好，咱就会通安居乐业咱就会当安怎发大财是无？所以真正要有好的政策啦要有好的咱才会通利益伫咱的百姓所以咱祈祷毋是用嘴讲尔，是实际。所以咱开祈祷，咱来为着这块土地，为着这个国家来祝福，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用你名来祝福阮的国家，祝福阮所徛的所在土地，祝阮知阮未来的前途，真是最这个阻挡。主啊，阮知影中国不时威胁阮，也来抢走阮的邦交国。愿主你来帮助阮的国际社会，有阮所徛的土地，这城市会通得到主你的保守。愿主来所伫阮中间，阮主，阮好了感谢你。主啊，你是阮保护，你是阮的高台，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主啊，因为阮徛起伫即块土地，是伫即个城市，是因为主你的恩典，互阮会通有自由民主。
总是求你，互阮的执政掌权的知影敬畏你，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心，甲主上帝同行。也互所定的政策是利益百姓，毋是利益家己。互阮主，阮徛起伫桃园即个城市，互阮的市长所做的政策利益伫百姓，互阮会通安居乐业。阮爱为着即个国家守望祈祷，阮才会通平安过日。愿主来祝福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们也要为着咱的心灵的需要来祈祷，咱做伙来宣告主的话讲。我的心，你着学了摇我，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伊要赦免咱一切罪，甲医好咱拢总的病。主上帝咱为着心灵，伫婚姻感情、产业、事业、工作，即马囡仔。拄啊开学，课业、人际关系，这中间你有需要，你会通徛起来，同工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来祝，也感觉地无爽快，手汗咧吼，咱通家己伫遮来祈祷吼。咱你若有需要，你就徛起来吼，同工会为着你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就徛起来吼。主，我奉你名来祝福阮的兄弟姊妹。身躯有病痛，心神有欠安，有软弱的，求主来帮衬，互因会通伫遮来经历主你的医治，互因骹有力、手有力，感情的细胞离开，求主来帮衬，特别互阮有智慧，互阮的子弟在读册时，对你来顶智慧聪明，敬畏你有智慧的根本，愿主来说，互阮的兄弟姊妹，若知影敬畏你，就会通领受你的医治。到也有出，愿主来听我的祈祷，来祝福这个伫心灵需要兄弟，捆绑、透绑因，愿身体会当得到自由。主啊，你来就是要互阮得到活命，并且得到更较丰富的活命。最后说你讲，既然劳苦担重的来到你遮，你就要互阮得到安息。所以，阮看见你的医治，阮看见你的供应，阮看见你的祝福。阮看见你的印刷，就要较要紧是有你的平安。检测拄着亲人的死讯，总是有你圣神的安慰，互阮知影灵魂因为信主来得救，阮有一天伫天顶会通搁再相见面。愿主来祝福，阮兄弟姊妹伫心灵会当得到勇敢，灵魂体拢得到自由甲兴盛。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为着咱的主来守望来祈祷，咱做伙来读上帝话，做伙来。耶和华，我要求你，我的石盘毋通无要听我。若你对我诚实，我就亲像日暮的人一样。我求你，你的至圣所举手的时，求你听我恳求的声。对咱主上帝至圣所，或者伫圣殿咱对来恳求伊要祝福，要听咱的祈祷。所以咱为着做礼拜遮牧师，也是遮中级的团队服侍，咱来祈祷来守望求主来高活来享受上天的恩典，互咱伫为着个人甲主上帝的关系。咱今仔日有真侪遮的可能要土耳其的新前说明会。还佫有就是讲未来教会的增长要安怎行，要安怎做，有即个小组的会议。咱即礼拜三有祈祷的见证会，你偌久无参加祈祷见证会？即礼拜三是第5区，因兄姊要来分享因生命的见证。咱也为着声音牧区，每一个人拢望有你的小组受关怀。你嘛会通诚做关怀人的同工，咱做伙起立，咱伫遮来祈祷，一起站立，咱做伙起立，咱来祈祷。主，你伫这圣殿来彰显你的荣耀，你用你的话来显明你的慈爱，你。
你要上帝，愿做伙同心合乐，聚集伫你圣殿，看见你恩典伫这所在。透过合乐敬拜，你宝座设立；透过阮的恳求祈祷，拍开你的天门，让阮用信心来领受你教义的恩典。愿主来帮助阮，经历你是搁真搁活，你是赏赐万有的主上帝。阮这时也要用雅比斯的祈祷，做伙来祈祷讲：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开阔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地，保庇我无拄着患难，予我无得忧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哈利路亚！车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是强国勇的上主，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车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伊是万军统帅的上主，伊是荣耀的君王。也弟姊妹，咱斗阵欢喜来学乐咱的上帝。有耶稣的我来领我的，我勇敢
讲，世间人啊，算啥物？你既然认捌伊，世人算啥物？你既然顾念伊，咱人亲像一口气，伊的性命亲像影儿，紧紧就过去。毋过咱的上帝，咱的上帝疼咱爱咱，伊的爱毋捌减少，伊毋捌离开咱。咱用感恩的心，咱用信实的灵，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
咱的心、咱的灵，搁较用力的来学习咱的上帝。伊是荣耀的上帝，伊是永远的得胜的人的神。含伫阮学落的主，赏赐万行有的主，供应阮教业各有存的主，伫阮迷路引导阮行伫你义的路的主，伫阮病痛的中间赏赐你的医治的主，互阮来到教会聚会敬拜神，会通搁较认捌你，搁较了解你，用信心来近我你，甚至伫阮面对亲人的死世时，你是安慰阮心的主。愿主你来帮助阮，透过你的话语，透过诗歌学乐，你的宝座设立，你的天门对阮来拍开，阮看见你的显明的恩典，阮就紧紧走来跟对你。愿主赐阮下面的敬拜学乐，甘领受你的话，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来吟全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拢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你有创造的天地。
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爸，阮的上帝啊，阮的心较无你，亲像鹿较无溪水。你一时是落慈爱互阮，暗时阮就用吟诗学乐赐阮性命的上帝。阮要用欢喜着跳的心入你的院，献感谢的祭伫你的殿。你是阮的石盘，互阮徛在；是阮的盾牌，互阮通比当；是阮的救主，互阮得到救赎；是阮所倚靠的。阮大声学乐你的大权能，随往风台扫过台湾。台湾由原减到上少的灾害，阮感谢主。伫阮有意有意中得罪人，也是得罪上帝的。求主怜悯赦免阮。你讲，阮若认家己的罪，你就撤销阮的过失。求主，互阮透过读经、祈祷，明白主的心意，甲主亲近。伫灵命成长的过程中，甲主有美好和谐关系。今仔日教会伫文昌公园有关怀的活动。下晡有前瞻小组会议，有土耳其、保罗卡热行程的说明会，拢求主你掌权伫遮的事顶面，一切顺利。本周也有见证会，求主互有感动的人见证主奇妙的所在，荣耀主的名。阮也要为着成人牧区来祈祷，求主你赏赐智慧，互牧区的同工照着上帝听甲恩典，互相扶持，带出有见证、有背景的小组，互见若到你面前的人，拢感受着主你无限的听甲恩典，愿意做主你的囝儿，归荣光伫主的名。今仔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拢要得到你话语的气力，把足因的灵命，愿意受主差遣，好打出去传播好的消息，互还未听见的人。自身也要安尼得到祝福。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14篇就是诗篇46篇。启用文14篇就是诗篇46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气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涌哗哗吼，一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消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马国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一间斩断枪，放火烧战车。伊无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重，伫全地受尊做大。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一块。马国上帝做咱的要塞。即时要请子弟团来献诗，因所要分的诗歌是有钟声伫拜堂顶在响。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5章1节到13节。旧约圣经尼希米记5章1节到13节。白话字圣经第540页。其他的版本，请咱看荧幕。显着我用白话字本来读。第1节，百姓甲因的某大声吼，嫌因的兄弟犹大人。有人讲，阮甲囝、查某囝人掠做，着去得着5谷通食来得着活。有诶讲，为着饥荒，阮用阮的田园、葡萄园、厝地点人来得着5谷。有诶讲，阮已经用田甲葡萄园借阮纳王的税。第5节，阮的肉体甲阮的兄弟肉体一样，阮的囝儿甲因的囝儿一样。但阮用阮的囝、查某囝做人的奴仆、奴婢。阮的查某囝有诶已经做奴婢，阮也无法度，因为阮的田园、葡萄园已经归别人。我听见因的嚎叫，甲因的话，就真生气。我心内想，就大责备遐个贵族甲官长，甲因讲：恁逐人对兄弟摕利息。对安尼，我召集大会来对因。第8节，我甲因讲：阮用阮的力来赎咱的兄弟犹大人，就是已经卖互异邦人的，恁竟然要卖恁的兄弟吗？也是因要受卖互阮吗？因真正无话通应。我阁讲，恁所做的毋好，因为咱的对敌就是异邦人的诽谤。恁兼毋着敬畏咱的上帝来行吗？第10节，我甲我的兄弟、我的奴仆也用钱银5谷借互百姓，但我劝恁，咱大家着免利息。但我劝恁，今仔日将因的田、葡萄园、橄榄园、厝地，甲恁所对因抽的钱银、5谷、酒、油，每100分的1分，拢着还因因。因讲阮要行，无搁对因讨，要照你的话行，我就叫祭司来教因咒詛，着照即个话行。我也搬开我的衫被讲，既若无诚即个话的，愿上帝照安尼搬开伊，离开伊的家，甲伊的职业，就是愿意照安尼搬到空空。会众拢讲阿门。佮学了耶和华百姓就照即个话行。以上，即是要请本堂尤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正面对决，正面对决。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伫阮的生命中，互阮看见，当阮面对环境有侪遮个挑战的时，阮有倚靠，阮有帮助对天来的资源供应，互阮教业，阁有剩，帮助阮透过你圣神的感动，看见你如法中的奇妙，照安尼去行，真侪福气人。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透过这段的经文，咱接续咱最近咧看尼希米记，今仔日叫做正面对决，就是讲你面对你人生侪遮个问题，有当时咱会闪来闪去，毋敢去面对遮个问题。但是当咱有勇气，阁有智慧去处理、去面对咱可能家庭，你伫你职场，你可能是一个主管，你伫带领你的团队的过程中间，也是讲教会，也像牧师咧带领、伫引带咱教会团队，每一步伫带领每一步的团队，小组长伫带领你的小组的时阵，检查有当时嘛会侪遮个问题、困难，你爱去面对。透过年米面对。城墙去一半，参巴拉的团队伫遮不时内底搅扰、内底阻挡，毋是干那安尼，咱着看见讲，搁进一步对内部
团结造成一寡遮影响、遮问题。所以咱讲年尾面对内部的忧愁烦恼，甲外部的遮个患难攻击，伊要哪有智慧伫遮来面对？对内部的问题咱常常用一句叫做第五纵队啦第五纵队最近的影片嘛咧讲可能阿强遐早就派一寡遮第五纵队来伫咱的台湾内底埋伏，然后时机若到内应外合安尼伫遮要摕咱台湾，所以咱会伫遮有烦恼啦即个第五纵队其实原来即个名词是伫咱有25年厝甲28年厝的无？有无？举手者来。大概差1936到1939，遮你的年代出世年代是到西班牙的内战内战的时阵着法兰西斯科即个佛朗哥的即个团队伊甲政府军、共和军伫遐咧相战即个佛朗哥即个将军，伊的下骹有一个将军叫做莫拉将军伊就记者伫访问伊讲你伫攻打即个首都的政策有啥物款的政策无？伊讲有我4队4个枪队甲首都拢包围掉的。我另外派一队叫做第五纵队第二纵队就是埋伏伫内在伊的内部伫遐要接应安尼啦所以伊讲伊凊彩讲安尼，毋茫讲要造成即个政府军内部的即个冲突是讲惊吓好亲像参巴啦因伫遐恐吓安尼结果即个政府军就讲安尼袂使落调查。因掠做讲关伫家甲遐个政治犯清外的拢是伊的内应，所以从迄暝拢甲杀死了安尼啦所以后来咱看讲若伫讲起内部的团结受破坏，要影响内部的团结的即个分子，就甲叫做啥？第五纵队第五纵队。所以伫遮咱来看讲，面对伫年鱼尾伊拄着即个。起城墙起一半，然后有遮个外面的攻击，内面开始，咱顶回讲伫讲内面有啥物款的问题，要阻挡互伊伫这城墙起袂落安尼所以咱来看讲，面对即个内部的危机的时阵年尾要安怎正面伫遮来解决对平民、对百姓来所反映出来问题啦第二就是讲，咱看讲。为什物证人到尾咱看经文后壁证人会听年鱼尾讲话，好，阮要安尼做阮无要收利息为什物袂安尼？咱做来看一段影片即段影片其实嘛是我感觉真趣味啦无论是对教会，也是对你的公司，对你带领一个团队带领一个团队的中间可以吗？会通互咱有智慧，要怎去管理即个影片其实透过真简单，互咱看会讲检测伫教会也好，伫家庭也好，伫你的公司拢有遮个检测，你爱去处理面对的一寡问题。声音可以大声一点。咱生命中间感到很多的挣扎你有爱克服的，像年鱼尾面对伊起造的团队嘛有一寡遮反映出来要检测是你的角色你伫做一件事工，还是讲你伫做一个事业，还是好亲像年鱼尾身边检测有真有效率，有温顺的人愿意伫遐合作。
时啊，搁加一个你少着效率较歹吼。我加减嘛有贡献，你知吼？所以有咱欠债制造麻烦的人吼，会出现伫咱的中间吼。哦，这个较害哦，这个吼无斗做就好啊，对哦，而且安尼动三动四安尼。所以面对即款的情形、即款困难，伊个伫遐威胁，也是讲去破坏吼。啊，你一个领袖，一个带头的，要安怎？你看人，你看一直冲去啊，是安怎？哦，有人奇怪啊，咱的教会哪会安尼吼？为教会讲啊，咱人的教会一直咧增长，像咱教会安尼。就是讲人的业绩一直咧增长，所以做一个领导者头家，你要安怎有好的智慧处理。做一个小组长啊，区长嘛是爱去发现遮个有温水啉啊，互每一个人发现伊的潜在的能力吼，好 OK， 互伊的生命会当发挥更较大的效率吼。所以今仔咱透过这段圣经，咱来看，迄个拖车的人检采是尼希米吼，伊拄着一寡遮困难吼，所以咱来看讲伊拄着啥物款的困难。头一个就是讲伫经济上。遮个人开始伫遐化休啊，吼爱被救护啊，吼。通常吼，若女性要讲话，迄个时阵是较无迄个地位吼。总是拄啊，咱看圣经讲啥，因的某囝吼拢开喙啊，伫遐哀哀叫啊，讲啥，阮无通吃啊，要安怎吼？所以咱看讲伫迄中间，为虾米会化休伫遐哀叫？阮的查甫人，阮遮有勇健的吼，去用拖去安怎？去用叫去起声唱啊，吼。遮个人是无田，无遮个财产，所以因敢若靠检采是因厝人有经济能力的人去讨趁，才会通伫遐来得到饱。所以拄啊，咱看的经文讲啥？哇，阮无物件通食，要安怎？这是第一种，就无田，总之靠因查甫人吼，伫遮来趁食吼。第二，咱看讲有田的，总是安怎迄年吼，歹年冬啊。所以收无偌济遮个粮食，所以因安怎？因不得不爱抵押因的田去贷款然后伫遐来换遮个粮食第三就是安怎？有田总是因食会饱，但是后壁有遮个税啦。咱知影咱伫台湾国家，咱爱缴啥物税无？拄啊缴啥物？房屋税，你若出来房屋税对无？地价税、所得税，搁有啥物税？牌照税吼，你若2004cc 以上，你知影你一年爱缴燃料税、牌照税爱偌济无？22000外啦所以我紧甲我迄台卖掉啦，你知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有田总是伊拄会当互因的粮食会通够额，但是咧税过来就无法度，就爱抵押因的田园所以伫遮咱有看，伊个经济开始出问题啊。一方面因要参与伫遮个起造，一方面其实因咧埋怨啥物？第一经济因伫遐歹讨趁、歹生活，伊毋是咧埋怨尼希米呢，因咧埋怨啥物？埋怨遮个犹太人遮个好野人，遮个做官的不公不义啦。连面咱会看到为虾米因咧埋怨啥物？咱做来读来，百姓甲因的某大声吼呢，嫌因的兄弟犹太人，有人讲，
阮甲囝、查某囝人也多，就去得到五谷通食来得到。拄啊，这是第一种的啦吼。啊，第二种是安怎？来，有话讲，为着积分，阮用阮的田园、葡萄园、厝体等人来得到五谷。有话讲，阮已经用田甲葡萄园笑群立王的哦，所以伫遮内底有第二种人甲第三种的人吼。所以咱看伊讲，伫因的中间经济出问题，为啥你讲？都食袂饱，你要搁叫伊做啥物工课吼？要叫伊参与伫遮个事工，所以有当时啊，咱着兄弟姊妹讲牧师啊，我着经济有问题，啥物啊免怎面对，我免哪有时间来服侍啦吼。所以伫遮着会想办法要怎帮助因面对因生活中间的经济问题吼，要安怎害因的债务，然后互因有工课做吼。你问讲牧师敢若咧讲道哪尔呢吼？有当时啊半暝翁仔某冤家啊，嘛爱叫牧师，你知无？吼，啊，佫有一边讲吼，你看，长老会牧师先来啦，你知无？吼，毋知叫偌济牧师要来瞧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啊，咱看一个领袖要怎想讲，咱面对着可能因的生活问题、经济问题，啊，年尾爱解决的啥？伊即马遮个同胞的某囝伫大声吼啊吼，啊，佫来咧，伊田园伫遐内底压，然后借钱付袂出来，无法度着爱安怎？卖某囝，卖某做大舅，所以有当时因家己也是讲因的某囝着爱安怎？特别因的囝儿、查某囝，早期咱看伫原住民的部落，也是讲早期吼，有因为无法度生活，所以卖查某囝安怎要来过生活吼。第五，咱看伊讲，因为遮个贵族官长安怎放荡来啦，吼伫遐剥削，所以拄仔你有看到经文无？月息1%，啊若年时咧，年时安算偌济？讲12%啦，12%有悬无？有悬吼。因为我较少借钱的经验啦，所以毋知影讲迄利息吼。所以尼希米徛出来讲吼，恁家遮个兄弟吼安尼放荡来，这无下律法，你知无？其实伫利未记25章36节到37节，35节讲啥？恁的兄弟若伫恁的中间渐渐散乡啊，就种愈来愈欠亏的时阵哦，恁着爱照顾啦。36节讲啥？讲你若借的钱，你袂使甲摕利息。哦，所以伫利未记你要看上帝透过遮个律法，要帮助人，特别因的同胞吼，会通伫迄个欠亏中间，你借吼无利息啦，袂使甲因摕利息。你若牛食物借伊，你袂使加甲讨安尼哦，袂使讲我食人一口安怎，还人一斗，毋是安尼啦吼，就种。你借偌济，你着还偌济安尼。所以伫因个中间，遮个贵族、遮个官长着安怎放荡来啦。所以收迄个利息，逐个安怎歹过生活。咱捌借过高利贷无？拢毋敢举手啦吼。过去有个会友借着即个高利贷，真正凄惨嘛吼。所以迄款的毋通为着要应急啦，应急吼，伫遐凊彩学白借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真细腻，迄个经济爱好好伫遮运用，若无就变成做安尼。所以这是咱爱有智慧去面对的吼。这是伫因经济上，因面对遮拄仔咱的经文已经有看起啊。所以因的田园归伫别人的，因为啥？利息真重吼。所以迄个高利贷迄个放荡来借，千万毋通做千万毋通做。会当想讲免哪有即个好的办法伫遮大家做伙。过去嘛通过安尼有诶伫协助咱的兄弟姊妹，总会伤大条的就无法度啦。你若讲细条的，还佫会当大家做伙伫遐来帮助伊渡过难关，总是有借有还安怎？你若有困难，你若有迄个能力，你着爱拿行啦吼。伫
伫遮其实就是透过安尼，咱看讲尼米就大声啦，伊伫遐来指责领袖嘛会生气吼。所以伫遮咱来看尼米有啥物款解决的方法？咱看遮圣经，其实你若用无共款的方法伫咧看的时阵无共款的眼光，你会感觉足趣味的伊拄仔开始，伊甲因骂对无？恁遮真正是这无血无目屎啊，伫遐放荡来要食人肉树人血安尼敢使又当伫遐大声甲因责备，总是伊落尾伊就安静落来。伊伫遐来安静祈祷，然后有啥物款的好的方法伫遮来面对遮个。除了当面指出因做的无下伫律法利未记25章36到37节，所以伊伫遐伫甲因讲恁袂使安尼做啦甲因指责。你也看，恁因为安尼甲因摕遐悬的利息，然后造成爱卖某卖囝。然后造成安怎？因的田园拢无法度伫遮来讲，伫迄个迄年也好伫讲因有毋茫伫回收的年，因拢无法度伫遐来退转来第一就是讲好无安尼来召集一个好亲像会员大会安尼伫遐来直接讲，无安尼做一个公正的人安尼讲免利息啦。你若讲免利息，因敢一下就会答应嘛？袂啦，对无总是伊引用安尼圣经，然后咧好好甲因考劝动之以情嘛，对无？讲情讲理嘛，对无？你也看讲你互恁的兄弟安怎因的囝儿去做奴才安尼毋好啦所以伫遮咱看讲，伊着考劝遮个人然后指出因的问题，因安怎甲人收偌济利息尼米有借钱互人无？有无？伊有借钱互人呢，伊嘛有借粮食互人所以后壁咱会看讲伊伫遐过来好，若安尼要咒蛇立约伫祭司的面头前，所以叫祭司来做伙伫遐来安怎悄悄的讲的，然后逐个讲啥？好啦，安尼阮无爱甲遮个兄弟收利息因为咱看尼米讲我有借人钱，我拢无甲因收利息，伊本来是无爱讲挡袂牢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帮赞遮的兄弟姊妹度过即个难关，所以了后咱看因着当心伫遐学落来敬拜，化解因伫因生活的危机，甲停止即个去做声唱的危机嘛。为虾米？因为因利息免纳因的田园当退转来，因的某囝、因的囝儿会当自由安尼有欢喜无？所以因做伙伫遐来学落来敬拜所以这经文就是咧甲咱讲因讲要安怎？阮要行，咱做伙来读来。因讲阮要行，无搁对因讨，要照你的话来行，我就叫祭司来，甲因咒詛，就照即个话行。尼米讲，恁若无安尼照安尼行像安尼3、8摆落到恁落地的钱拢落了，我甲你讲恁咒抓好若无照安尼做恁就无法度得到上帝赐福所以尼米半恐吓你知伫遮来提醒主要是提醒，但是伊讲会到，伊做会到像咧考劝人，你爱先做会到嘛，对无所以伫遮咱讲尼米安怎讲？我做省长的时阵伊头一个就用帮赞遮百姓伫遮来因无摕利息，我嘛无甲因摕利息因若有甲因摕利息，就讲袂过嘛，对无？所以尼米讲伊要安怎帮赞，有想即个办法，毋免纳利息所以伊就较快活嘛，对无？所以伫遐慢慢因的生活就得到解决，所以就有人会当出来斗相共伫遐继续来起做即个声唱。第二，咱看讲，我做省长的时阵，我放弃即个省长的薪水，然后咧，我无甲人摕利息，过来咧，伊会通接受伫遐即个职位来咱做来读来。总是我以前旧任的总督，互百姓负担真重，摕百姓的五穀甲酒。甲银40舍克勒，
连因的奴仆也克制百姓，独我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你有看到安怎？这省长较早的总统吼，因着安怎？伫遐无论是放荡来也好，过来咧抽税加重遮个百姓的重担。伊讲伊做省长的时，伊无领薪水，安尼就袂加百姓的即个负担嘛因为伊有够野所以伫遮伊也参与伫迄个啥，迄个起造。所以拄仔即节的圣经咱来读来。我全无起城墙，并无买田地，我的奴仆也拢自执伫遐做。伊家己做模样，伊家己参与伫迄个起造伫遐来起造了，搁叫伊的啥伊的奴仆做伙来伫遐咱看讲，伊投入伊坚固伊的信心，伊为着要安怎，互上帝的名会当伫遮来得到荣耀。伊无甲人收利息，袂互讲，哎哟，你信耶稣嘛，搁放荡来对无？你信耶稣搁安尼像圣经内底讲伊甲主人借1000万两银结果人迄个欠伊100银就甲落个你无行，我就甲你送落监狱安尼所以伫遮咱看尼米伊有做好的模样，然后伊坚固伊的信心。拄仔经文讲，伊敬畏上帝第一，伊亲自参与，袂讲出一支喙，伊做伙伫遐来起造，搁伊的奴仆嘛做伙来起造城墙。有当时咱看讲伫教会上管牧师带头，也是讲咱的中职同工带头咧做即个组员带有一遍我咧伫世经教会伫牧会时阵咧扫便所我先扫互因看，长老就来牧师。你去扫别位，这换我来安尼所以伊会看到伊会感动当咱也愿意亲自做的时阵，有当时我嘛咧甲遮个同工讲，你也看，这主人恁拢无看到伊伫遮，所以我就扫帚举个拉到我后边来注意好毋好我卫生局的人来要看，佫互看到讲主人伫遐爬来爬去，地图师来知无迄楼骹。地下室迄食饭的所在呢，对毋对？所以有当我会提醒同讲，小可看者好毋好？莫阁互我举着扫帚安尼伫遮。我当时举扫帚出来，就是互提醒啦。牧师毋是袂使做啦，总是逐个去分工你有你的积分所以要安怎伫遮做伙伫无共款的积分伫遮来互使。尼米其实嘛是亲自伫遐来参与，伫遐去做检菜是敲头，伫遐来搬砖搬石头安尼好，伫遮咱有看伊讲，伊过来就是安怎，真慷慨，伊分享伊所有的，伊不但无领社咧迄个薪水伊阁分享爱人来招待遮个百姓，甲遮个官长阁遐有需要的人，遐出外人你知影拄仔开始，因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话毋是讲遐尼善的，总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工作的关系，所以渐渐经济出一寡问题。但是咱有看尼米有智慧，安怎伫遐分享来，咱来看一段圣经来，拄去遐个对四围的外邦中来找阮的人以外。有犹大人甲官长150人，伫我的道3工，食几顿？每一工呢？每一工，抬一只牛，抬6只羊过来咧，搁有遐个饭菜。若搁10工的时阵，就安怎？高粱的啦。红酒每10工就高酒甲薄酒安尼伫遐请遮人客。所以做一个领袖，当时我看组长区长安怎，真慷慨爱分享对吧？小组时有人关怀你，看见遐欠缺需要，你会安怎？做头腰包对无？伫遐分享出来，咱看尼米就是安尼。伊会通安尼分享，是因为伊敬畏上帝。第二，伊看见人的需要。第三，因为伊的资源拢是对上帝来。
所以伊伫遮来感谢上帝。伊讲我爱纪念，求上帝纪念，因为一切资源是上帝来。因为姊妹，你若有较侪，其实你会当分享。咱最近这个社区曙光有做一个叫做习食计划，听小姐食物有华人102这个连锁的超市迄敢卖完，总是要到期啊，要过赏味期啊，赶紧。咱的东港永诚之士也是佫有遮个东港，因为在暗时到9点半，爱去遐超市甲收来然后伫遮要安怎互疼小姐食物，因为即马世界开始咧欠过咱个面对饥荒其实遮赏味期拢抑佫会当食啦其实你讲迄个日期过啊啦，其实差1天2天袂要紧啦你若像讲遮个生鲜遮个物件你有想到你的冰箱开，迄有过期偌久的无？冰库对无？其实若冰佫煮过就还好，对无？所以有当时咱的观念，咱疼小姐食物逐工拢会收来所以社区曙光遮的运用安怎来分配有需要你就伫遮来客。所以咱看伊讲教会毋是干那咧做一寡遮的属灵工课其他咱的青年因伫因的经济方面有欠缺，所以咱就会帮助因，兼且透过教课，透过啥会当出啲侪遮的补助甲资源毋是讲无条件，就透过遮服侍。所以咱毋茫讲社区的遮时间会当帮助兄弟姊妹伫未来创业也好，伫遮的食物好好的运用遮个青年人因要安怎伫遐来有工课做创业，互因有缘有一寡遮个资源补助因所以这是教会伫遮所做的，毋是干那来做礼拜安尼那点所以咱推动遮个社区曙光，咱有遮个互助社，咱有做遮个食物银行等等，遮拢是咧帮助学习像年米即款的分享的心来帮助教会要怎祝福伫即个社区。所以年米伊每一工就是杀1只牛，杀6只羊嘞，佫有遮个饭菜爱开偌济，哇不得了诶！但是伊愿意伫遮做工诶无通食，有力通做工无嘛？所以你爱帮助伊，所以年米伫遐伊一个领袖，有一个特质就是安怎慷慨，愿意分享所以伫遮咱有看伊着分享伊讲遮个资源拢是对上帝来，所以伫遮伊纪念上帝来说，伊毋是为着伊家己诶名，为着伊家己诶利，伊是为着要荣耀上帝，互人看伊讲我是敬畏上帝所以头一个就是讲，咱要怎回应互人知影讲我敬畏上帝我敬畏上帝，互我有智慧伫遮化解，伫你诶公司，伫你诶家庭，伫你所带领诶团队。牧师嘛真需要智慧，你知无？因为最近你要选中级像有个人牧师，莫甲选啦，好毋好？我讲你搁祈祷者啦，莫啦，你搁祈祷者啦，有当时上帝来感动咱你要参与伫无共款的遮积分的时阵，毋免惊啦，像年米若行就袂着顶啦，对毋对？行就无法度去52天将城墙起好破这金氏世界纪录安尼啦所以无法度伫遐来面对遮个外敌甲内部的即款的问题嘛。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当你若也会通做的时阵，把握迄个机会，你若倒伫遐你就无法度做所以无论是啥物款的事工，咱逐个做伙来参与所以第二就是讲，透过今仔日即段的圣经，面对咱的问题，咱要伫遐来分享伫遐解决了后，咱愿意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互你无共款的恩赐，你免来分享。咱10月初5这李世民姊妹咱有熟悉无？熟悉偌济人熟悉这李世民姊妹？94岁来请伊的囝儿甲新妇徛起来者咱拍拍甲因欢迎者真济因较早是伫讲
在国泰是无？国泰这栋隔壁吼开迄个和音乐教室哦，钢琴音乐教室。安尼，因为我完全拢毋知影啦吼，因为我新来啊，当时咱有偌济人熟悉。我要讲，无论是你有熟悉无熟悉，当你参与，当你透过伫迄个个别礼拜参与，即关怀即个家庭吼，即个家庭的囝儿是说真侪是无信主，总是李世民哦，即个李世民姊妹伊是牧师的查某囝，是无？恁外公牧师嘛吼，是啦。所以你看，上帝是有囝无孙，爱知无吼？听有无？上帝有囝无孙啊，毋是因为咱的老母、咱的是大人信主，我就是诚做基督徒，我会当领受永远的福气。每一个人家己爱安怎用信心来领受吼。所以即个就是讲咧提醒咱吼，咱今仔日透过愿意分享你的时间、你的听心、你的关怀。10月初5，就是后礼拜六吼。下，因为礼拜是第一天嘛吼，咱会伫桃园殡仪馆为着李淑敏姊妹，伊较早是第9组的吼，第9组的伫遮来为因来举行这个别礼拜来安慰遮个遗族吼，因为你的参与，其实早起嘛有同工吼，遮个兄弟姊妹总愿意探访啊。为什么因为什么会来教会信主知无？因为参加个别礼拜，看见亲人的个别礼拜感动，了开始来教会，了接受这个信仰。搁早起去病院探访，下晡去下昼去观音探访2位吼，拢是因为安怎参加小凤一因讲吼，的个别礼拜。伫遐来受感动，你知无？所以透过安尼，透过一个你的服侍、你的关怀、你的参与，上帝要纪念你，你的资源拢是对上帝来。所以咱所信的上帝是比外口的搁较大。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咱回应哦。虽然你检测有面对着伫你家己家庭、你的职场，也是讲你。引带小组也好，有遮个困难，总是即首诗歌其实伫遮咧提醒咱，要怎帮助咱去面对讲，咱会通得到快乐，是因为我内面的耶稣基督，所以互我会当凡事面对吼。所以圣经讲，靠着迄个加天互我快乐的，我凡事拢会。好，咱用首诗歌来唱接下来。也毋捌，伫耶稣基督内面，伫你内面满有平安。生命的水泉，伫耶稣基督内面，有主伫我内面的我宣告伫我内面。一切较有能力，我无想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生命。我宣告伫我内面，有我最低落我有能力，有耶稣伫我内面，我对我勇敢。对头来，我会毋捌伫耶稣。内面，伫你内面满有平安。生命的水泉，伫耶稣基督内面，有主伫我内面的我宣告伫我内面，比世界一切较有能力。我不想这世间，我高举耶稣生命。我宣告伫我内面，是我
伫我内面，我地我勇敢行走。有主伫我内面，拢无惊野的太阳对着。有主伫我内面，拢无惊野个得胜。有主，有主，有主伫我内面，拢无惊野的太阳对着。有主伫我内面，拢无惊野拢都是有主。我宣告伫我内面的，比世界更加有力量。我不想这世间，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伫我内面的，我嘴得了满有力量。有耶稣伫我内面，我的我永远有耶稣。有耶稣伫我内面，我的我勇敢行。再搁一遍来宣告来。有耶稣伫我内面，我的我勇敢行。咱将荣耀归予咱的主，咱的上帝。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甲阮同在。阮领受的快乐是属天的快乐，阮领受的恩典是对天顶来的恩典，是世间人抢夺袂走的。主啊，面对做这个起造服侍的事奉，面对着阮伫阮家己人生的工作职场，阮家己的管理的顶面，阮家己的家庭，兼且面对有做这个挑战，所以你透过尼希米。伊领受智慧，伊祈祷，伊面对做这困难的时，主啊，你拢甲伊三个同在。当伊祈祷时，伊伫纪念讲，主，你来纪念我，因为一切资源拢是对主来。阮软弱的时，你互阮有快乐；阮无够野时，你供应阮够野，阁有剩。所以，互阮知影人生的优先顺序，安怎了主。你甲阮三个同在，安怎参与伫这圣经的起造，阮就看见你丰富的恩典，要充满伫阮的中间。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这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着你的感恩。